分享一個24小時內顯化任何事物萬無一失嘅方法。呢個方法每次都有效，唔理你而家環境係點，你嘅感覺係點，你嘅工作係點，俾人已讀不回啊，俾人拒絕啊，依然會有效。先收藏條片，你可以懷疑唔相信，但係試下，然後翻嚟同我講結果。呢個係內維爾喺書入邊分享嘅一個活在結果中技巧。想像你想顯化嘅嘢，想像佢已經發生咗，感受佢已經發生咗。如果你做到嘅，你一定會感受到嗰種興奮啊，嗰種解脫啊。咁你接住落嚟，你嘅行為會有咩唔同？你會點樣同朋友分享你而家嘅嘢？然後俾自己由呢一秒開始，完全全活喺嗰個結果入邊，催眠咗自己先，令自己強行進入嗰個時間線，就係嗰個已經發生咗嘅時間線。因為其實而家嘅你同已經擁有咗佢嗰個版本嘅你，唯一嘅差別就係你嘅能量狀態。所以當你選擇成為呢一個人，調整個能量狀態，然後就會召喚嗰個現實聽日到嚟。如果你好難徹底相信嘅，你需要有更具體方法，我幫你準備好。靈氣係非常好嘅工具，因為靈氣就係幫你清理嗰啲限制性思維嘅能量，令你從能量層面個頻率真正對齊翻你想要嘅現實。能量狀態啱，顯化至會變得毫不費力。留言靈氣，學習並使用將靈氣放喺你嘅夢想生活中，然後睇下你實際生活會發生啲咩。